好不好？牧师有个建议，请你向左右两边说：“主赐你平安。”请你对他讲好吗？主赐你平安。是，这个平安是从天上来的。哎，怎么会有天上来的呢？有没有看见天上掉下来平安啊？你看得到吗？所以今天的信息是为一个题目争论。耶稣说他是天上来的，天上赐下来的。哇，这个犹太人就争论。我们感谢主，我们荣光堂我们的服侍团队是最棒的我看见我们钟灿兄早早就来当招待，还有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诗会穿的真的是盛装，非常看重今天的服侍。还有我们的诗班早早就来练习，在那边拉嗓门。我们看谢主，神也用他的信实来回应我们。刚刚大概9点50分左右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说她想要决志信主。你看，神用他的信实回应我们，把得救的人数，把得蒙恩的人数，天天加给谁？主的教会就是荣光堂。我们感谢神，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因为我们吃了你的饼，我们喝了你的杯。主啊，我们与你有份，你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常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你的活水泉源在浇灌。我们疲乏，但很快得到力量；我们软弱，但很快又得到刚强。我们信心动摇，很快就得以被坚定，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动工在我们心中，把今天主的话语恭恭敬敬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听了能够明白，我们的腿有能力有力量去行走出来，让我们跟你的关系是更加亲近的，突破宗教的突破仪式的，突破规矩的，乃是有圣灵的活水在我们心中如涌流的江河一样滋润我们，喂饱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崇拜再一次享受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这个经文的开始，犹太人因为耶稣说，圣经新约四福音里面很少直接用犹太人，通常会用什么群众或什么百姓，有没有？或是跟随耶稣的人。那这里呢，为什么就特别把犹太人3个字跟争论的事情呢挂钩？所以按照解经家的意思，可能是指犹太教的宗教领袖们，而约翰没有直接挑明，或是这些的祭司，或是文士、法利赛人等等的人，很可能，如果你看见下来经文的时候，就可以来证明了这一个的解释。他们争论什么呢？耶稣曾经说过，他是从天降下来的粮。从天降下来，争论这个好像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呢。为什么？因为犹太人看到的说不是啊，你的爸爸我认识嘞，你的爸爸是约瑟对不对？你的父母亲我也认识呢。耶稣啊，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的时候还到过我们家玩耍来？你怎么会是从天上降下来呢？耶稣啊，我还看过你上过犹太的学堂，在那边学希伯来文，在那边学亚兰文，还学习数学。我不知道犹太人数学是不是阿拉伯的数学，跟我们现在一不一样？肯定也有1+1等于2的，也肯定有学一些的农作或是木工的专业的知识，从他父亲来，从学堂来，我都看过甚至有人的更有一点贴地气的解释说，耶稣，我有看过你感冒的时候流鼻水嘞，你怎么会说你从天上来？所以这个议论在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争辩了，是不是？不是吧？是啊，对呀，不对呀？怎么有可能？不可能嘛！他也可以翻成在抱怨，对一件事情他提供他的不满。上个月我收集到台湾这个医疗健康杂志的资料，说
躁郁症的人、忧郁症的人对不起，忧郁症的人前兆是什么？很爱抱怨、发牢骚。他说：“那人怎么会不会发牢骚呢？”他说：“牢骚不要超过10分钟。”所以以后我们的另一半在发牢骚的时候，你帮他拿一个码表，只有9分59秒了哦，停了，赶快了，否则很容易得到什么？得忧郁症啊。然后呢，上个礼拜美国法院有一个法官命令这个法警呢拿胶布把一个受刑人的嘴巴把他包起来，不准他讲话。那奇怪呢，那个上了法院不准被告讲话，那不是没有人权吗？没有自由吗？法官让他足足讲了半个小时，那半个小时都在抱怨，抱怨到人法官都受不了，耳朵受不了。来人啦，拿胶布把那个被告的嘴封起来，不要让他再争议抱怨下去。所以这个争议抱怨的时候，带来是什么样的果效？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这些祭司长，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的原因在哪里？一个角度，他们是用宗教的角度，只有耶和华创造阿多纳 Elohim， 他是从天上来的。你耶稣，你家在哪里，门牌几号，我都可以背得出来，你怎么回事呢？所以他是用什么？用宗教的角度来看耶稣。不可能啦，他不是，他只是一个拿撒勒约瑟的儿子，怎么从天上降下来？那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启示才有办法，你是不可能。我们在这个时代常常也用宗教的角度来看耶稣的事情。如果你去用中国网站看他们那个一个叫做搜狐里面有一些的词典里面，他说基督教他是写耶稣基督就是基督教的创办人。社会上真的这样解释啊？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看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啊。圣经已经不重要，他们的百科全书才是重要，因为是官方的。然后呢，这个拿撒勒啦，还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呐，这个末世门徒耶稣教会，我们在神学里面定为这些异端。可是在中国的官方的百科全书说，那叫非主流基督教，正统的这个新教叫主流基督教。所以你看这个角度不同，诠释不同之后，就带来怎么争辩。犹太人文士们就是因为这个现在这种思维的里面，另外他们争辩到了快要到歇斯底里，耶稣已经讲完道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辩了；解释完的时候，他们在争辩了。可见呢，这个议论挺大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以肉体来看耶稣。你爸爸还是跟我是同事呢？你父母亲有时候还到我们家吃饭呢。他告诉过耶稣的事情，从小12岁到上圣殿，然后一面听一面问，在祭司长面前，在文士面前，这些文士们听到耶稣回答，都怎么样？目瞪口呆，怎么有人回答这样子的？他都把你这事情告诉我们，你怎么可能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用肉体来看耶稣。有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她的女儿搬家，搬到一个小社区。搬到小社区之后，因为家贫穷，所以社区很快说：“我们这个社区搬来一个单亲妈妈，带了一个小女儿，我们要留意啊，可能不要跟她太接近，免得她又来要这个拿这个，我们呢怎么承受得了？”有一次。这个小区、这个社区里面的停电的时候，早期是用什么？是用蜡烛，对不对？这个单亲妈妈就拿着2根蜡烛当中1根就点燃了，在黑暗中有一个蜡烛的光，心里就踏实多了她看到隔壁的客厅那个房子是暗的，然后这个单亲妈妈就说：“女儿啊，我们有2根蜡烛，你拿1根。”去给隔壁的阿姨看他们有没有需要。那小女孩就拿着蜡烛，然后呢不好意思的就去敲叫隔壁说：“阿姨呀，
你们家有没有需要蜡烛？还没讲的时候，这个隔壁的这个邻居的女主人就眼睛很锐利的看着小女孩说：“怎么样？你要做什么？你到我们家来敲门要做什么？”她心里想说：“我用声音来威吓啊，免得她对我有什么期望话啊，她好退回去。”结果这小女孩说：“阿姨，我妈妈看到停电的时候，你们家是暗的，可能你们家没有蜡烛，所以呢，要我拿这一根蜡烛要送给你们。”哎呀，隔壁邻居那个太太一定要羞愧的不得了，人家那么穷，只有2根蜡烛，还愿意跟我分享这个蜡烛的光，心里面就很受感动。我们常常就是用这种的肉体的角度，用这种宗教的角度来看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耶稣告诉我们的，他是超越宗教的，他是超越肉体的。你看他怎么回答？哇，也很有意思。43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大家不要在那辩论了啦。若不是差我来的什么父，这一个4节经文、4节经文里面，总共讲了3次父，2次神，提3次父哦，2次神哦。然后提到3次父的时候，耶稣通常是用第一人称，我的父，我的父哦。然后提到神的时候，是对犹太人、对每一个人讲的哦。哇！耶稣回答犹太人争议的话题的时候，他用什么回答？我的父，怎么不是说我的爸爸约瑟呢？他要让犹太人知道，他要让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知道，你们所侍奉的阿多纳，你们所信奉的耶和华创造万物主是我的父。天父，我感谢你，天父，我感谢你，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深深感谢你。请问，耶稣要回答犹太人的那个争议的话题的时候，说我的父跟我的神，请问哪一个距离比较接近？父啊，早上吃饭的时候一起吃饭的那一个人，是不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可以跟我们手握手，带我们走过这一条路的人。所以耶稣用说他的父是天上的父，约瑟是他的义父。玛利亚只是他肉身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母亲，而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他真正的身份是从父差来的独生爱子。他的父是这位永生的父，他的父是这位创造万物主宰的父，他的父是三位一体的父，就是你们所敬拜的那一位耶和华。其实我们也不要太责备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不要太责备他们？因为曾经有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叫尼哥底母，他都都没办法突破这种肉体跟用宗教的来看耶稣、看永生，对不对？他的那个晚上来拜访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从神来的，你看他起码他不会反对了啊。那我怎么样得到永生呢？请问，耶稣怎么回答？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怎么样？就不能重生。没有重生就永生。哇！尼哥底母回到了肉体世界，回到了宗教现象，回到的这个世俗的这个生活里面来。我已经这么胖了，我100多公斤，我怎么样塞到妈妈的肚子里面，重新生一次呢？没办法啊，你看吧，是不是一样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也不要太责备，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固执。你说，哎呀，我的先生就是犹太人，
我给他传福音了，你看我的另一半就是像犹太人一样，那个阿达玛孔古尼也归他个顶挑挑，没关系，神的慈爱就会像那个什么，像水一样，像泉水一样，像活水一样，一天一天慢慢滴这个石头，滴滴滴滴滴，也会从什么石头下面什么滴出水来，哎，还变成麦饭石嘞。你的先生、你的丈夫会变成麦饭石，变成是一个传扬耶和华慈爱，是经历耶和华慈爱，他信使的另一半。阿门。要有这种信心，没有阿门的，是不是没信心？要有这种信心，相信神能够动工在你的另一半身上，你的孩子身上，哪怕他的心像石头一样硬，耶和华的慈爱也能够像那个活水一样浸透他的石头心，变成什么肉做的心，被神使用。好了，我曾经说过，我们信主跟信教是不一样。我们是信基督，但不信基督教。那当中有的人就是会特别挑战，我就是要信基督教。没关系，耶稣在这里回答你的问题了。耶稣要说，这个宗教有来自两个，一个是天上来的宗教，一个呢，另外一类呢，就是地上的宗教。天上来的宗教是叫人得生命，地上的宗教只是让你劝你为善。天上来的宗教带有真理，地上来的宗教只是讲道理。天上来的宗教叫你得以自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对不对？世界虽有劳苦重担，你的灵来使我的自由。天上来的宗教是带来释放，带来自由；地上的宗教是带来捆绑。刚刚我跟曼青稍微聊一下，你知道他信奉地上宗教人生小孩的时候很多禁忌，你知道吗？哎呀，真是连到生产病房的房间号码也要挑，对不对？开刀，万一剖腹生产，他也要赶快去算时辰，小孩子都要蹦出来了，还要去算时间，很多的捆绑，很多的枷锁，为了要表达他们对这个神的这个敬畏，万一触了霉头，倒大霉怎么办？生了小孩怎么办？哎呀，都是我过去没有注意到这些地上宗教的一些的律例典章规条。所以哈利路亚，耶稣基督他把这个新的信息带到犹太人当中，带到百姓的里面，就说：你们所信靠的神，就是我们的父神。所以祷告的时候多甜美，父神，父神，我赞美你，跟神啊，我敬畏你。哦，平常的时候不要来找我，特别是我在打麻将的时候，特别是我在上网，在毫无控制力的时候，一个网页在那边滑手机的时候，你不要来找我。当我走在路上遇到一只大狗对我嗡嗡嗡的时候，你赶快抱我。耶稣要传达了一个圣经里面一个更重要的一种关系，就是这位造物主宰跟我们人类的关系，跟因着耶稣基督得到这个名分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父子关系，父女关系。我们可以有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可以呼叫说：父啊，我赞美你。这个关系，这个关系是如何建立起来了？重点了，吃主的肉，喝，太可怕了吧？你们的基督教是不是这个邪教？还要吃主的肉，还要喝主的血，这个太可怕了。哎，耶稣是很容易去引爆话题，可以说是这个新闻记者里面他们要学习，他很容易把一个真理当中用一个话题引爆，让大家印象深刻。如果你今天跟他说：张三，我的同学，老同学，大家见面，你能不能3分钟你给我介绍听说你信耶稣了，然后听说你加入基督教，你能不能把那个几分钟重点讲给我听？
如果你告诉我去就是去吃主的肉，每一个礼拜天去吃主的肉，每一个礼拜呢去喝主的血，可能你的同学会吓了一身冷汗，因为他很担心下一次你邀请他来参加主日礼拜，他不敢吃肉，他不敢喝血，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主有怎么说？在耶稣受卖那一夜说拿起饼来怎么样？这是我的身体怎么样？为你们舍的，对不对？这是血为你们流的，乃是立新约的记号。所以造成许多的传统的解经家就立刻把吃主的肉跟喝主的血跟什么守圣餐连在一块。从天主教开始，没有错，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说过吧。可是对于在六章41节到53节这里说的意思不太一样。我们看一下，李道生这位他的解经书里面说，所谓由我们那个弟兄来读好吗？看得到吗？弟兄们读。所谓吃主的肉，另外一位解经家巴克里他怎么解释？请姐妹们。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吃主的肉是象征你承认他是从神而来，这位圣子道成肉身，那个肉身的人名叫什么？耶稣。那主的血呢？是象征你相信他是为我的罪流了宝血，为世人舍命，做赎价的代罪羊。犹太人、文士、祭司、法利赛人，他们用肉眼看弥赛亚，他们用宗教的角度看弥赛亚，认为这位救主来是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新建立起大卫的王朝，声望、地位。结果自称为弥赛亚的这一位人，竟然是从拿撒勒镇。这个拿撒勒的人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吧？对不对？我在2013年去过这个小镇，住的地方又小又窄，小小的一个房间，4个人居住。你看耶稣穿了这套衣服，广东人香港人有一首歌。先敬老衣后敬人，说先敬你外面的穿着礼衣，后敬才看你的人。先看你的外表的穿着，才看怎么样尊敬你或是贬低你。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们对于吃主的饼、喝主的血做一点小结论。如果你认为每一次来守圣餐，来接受圣职人员发圣餐，你认为是吃主的饼、喝主的血，这是对的。可是我们有一个问题说，那怎么1个月才吃一次？好了，朝会聚会所1个礼拜守一次，那你才1个礼拜守一次，请问你1个礼拜吃1餐，你肚子不会饿啊？晚上就饿了，隔天早上就咕噜咕噜叫了，怎么办？还要饿1个礼拜，等6天才能够吃1餐。可见这里耶稣所说的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不是只守圣餐的意思？不是，是什么？我们感谢主，我们当中有许多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每一天灵修、读经、读主的话语。
被主的话语责备，被主的话语光照，被主的话语温暖，被主的话语激励。每一天去读主的话语，去领受他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玛拉。我们基督徒的力量是从这样来，与主建立的关系也是这样的来。那圣餐是基督教的5大仪式的最重要的仪式，我们不能否认。但更重要的是，不是仪式，就像耶稣对犹太人说的：“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唯独只有独生爱子只见过父，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来的，我不会丢弃他。”所以吸引过来，吃了主的饼，吃了主的肉，喝了主的血，每一天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亮光，得到资助，得到引导，得到生命，得到力量，都因为主给我们的应许。这应许里面我把它归纳出来。我们请这个年轻人来帮我们读40岁以下的来，有什么应许？信的人有永生，叫人吃了就不死，有生命，它里头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藏在我里面，我主也藏在他里面，永远活着。阿们。我们要说感谢神，我信的我是有永生生命的人。阿们。感谢主，我吃了主的肉，喝主的血，就有永恒的生命，不死就有永恒的生命。我感谢主，有耶稣基督永恒的生命在我在我里头，是世上的政权，任何恶者不能夺去的，是他的从主来的生命。感谢主，在末日的时候，我有永恒的生命，我要与主同乐，在他的羔羊宴席里面。我感谢主，他藏在我里头，我也藏在他里头，永远活着。我第一次来应聘的时候来讲到莫斯科的见证，可能有的人就误会了，以为那里的警察是像我们台湾，像我们美国像美国，像我们新西兰，还跟你说先生你好，你刚刚违规了，请你拿出驾照来。没有啦，很多人被打，很多的警察随意勒索，那里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一次我去周六晚上去探访一个执事，那婚姻出问题，我跟他谈了整个在那3个小时，7、8点左右我就出来，要随意打车，那里的救护车也可以停下来让你打车，你只要付钱给他就好了，连救护车都可以。所以任何私家车、任何的警车还有我还没打过，都可以，你钱给他，他就载你到哪里去。然后这个弟兄这个执事有在陪我，我们在等打车，然后呢到地铁站那一段路。在等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毛毛的，我们已经变成猎物，站在路旁任人宰割了。没想到有一部那个厢型面包车就开过来，是警车，然后呢，旁边的人就拉开那个拉门，里面拿了两把无支冲锋枪对着我们，2个警察。然后那个警察坐在副驾驶座的警察，那个就下来 ，passport。护照我们就稍微犹豫一下，我就把护照给他。旁边这个执事也把护照给他，他们就拿了护照之后，就故意离开你，跑一个地方在那边看，我们就赶快跟着他。没有护照的话就没命了。我就在那边心里面凉了半截。我说父啊，你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里面，你都看到我现在的光景，我今天晚上可能要被折腾一夜了。他会把我不可能把钱给他吧？他勒索多少钱我都不会给他，那就是被带到警局又关起来，但不可以超过4个小时，要折腾了。那明天主啊，你说明天早上的早晨崇拜跟下午崇拜我不能讲到，主啊你看着办吧。我说怎么办？我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凶恶吧，奉耶稣基督祷告，阿们。当我祷告的时候，后面一部游览车紧挨着这一部警车，那个游览车的驾驶啪，很紧张，就跟那个驾驶座那个正那个警官
不知道讲什么。那警官讲完了之后，就赶快把我们2本护照还给我们，然后就开了警察，就回头了，不差1分，不差1秒，就在我们看见主同在的时候，他的应许就实现了。所以我们是在那边传福音，是这样过日子的，真是出门提心吊胆的。但是感谢神，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更大，住在我们里面的是谁？我们的阿爸父神。那感谢主，在这个应许里面，至少有4次讲到永恒的生命，永生，对不对？但这个永生呢，是真的吗？永生那在哪里呢？如果要用宗教的角度，可能就变成争论、辩论了。你是上西天还是上天堂，对不对？就争论了。所以目前来讲，这个医学来证明有永生的是比较公信度是可靠度是这个可信度是最高的，从医学的角度。所以有3本书，不晓得你们读过没有？第1本书叫做《死亡9分钟》，我都看过啊。第2本书叫《死后生命之研究》啊。第3本书是《死是什么》。这个第3本书，他们是从医生的角度去证明人死后真的有生命吗？人死后真的是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情况的地区存在呢？这个作者叫 Lawrence， 他是一个美国心脏复苏救活的权威，也是欧洲的指导权威。Lawrence， 他是无神论者，他是一个医学主义独唱者，这个罗伦斯。那写这本书的原因在哪里？他有一天在急诊室被紧急按扣，赶快去做急救。进来是一个年轻人，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打破一个观念，不是只有老年人才要去知道永生的事情，现在连年轻人都要，连小孩子都要。所以这个一个邮差年轻人很胖，然后被送进来的时候已经昏迷，立刻用他的那个专业，就是心肺复苏急救手术之后，这个胖子邮差就醒过来了，然后就哎呦，医生，你一定要救我，我不想去那个地方，太可怕了。这个 Lawrence 就说我看多了，可能吸大麻，或吃了什么违禁药品，造成他什么幻觉。然后呢，救回来之后又打下去，第2次又讲同样的话，第3次又救回来了，又讲同样的话。第3次的时候，他感受到这个邮差胖子这个年轻人抓他的手的力道是他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开始有点想，这个年轻人，这个胖子邮差，他可能真的到某一个地方去，而是我肉眼怎么样看不到了。所以当他第4次昏迷又把他救回来的时候，这个 Lawrence 就想了，好吧，如果这一次再把他救回来，我就回想到童年的时候，跟着我妈妈去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主耶稣那个主日老师当时教我的那个决志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为我罪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你为我罪钉在十字架，我相信你从死里复活，我要信靠你，奉耶稣祷告，阿门。第5次救回来的时候，这个 Lawrence 医生就说：好，宗教是你应该是找牧师的，但是你在急诊室没有机会找牧师，你就跟着我念一遍哦。亲爱的主耶稣，那个胖子邮差说：亲爱的主耶稣，哇，我相信你为我罪钉在十字架。他说：我相信你为我罪钉在十字架，我要跟随耶稣基督，一路跟着耶稣，然后奉耶稣你祷告，阿门。请问那一个急救患者胖子邮差有没有再倒下去？没有了啦，就这样出了急诊室，到了普通病房，最后出院了。那一个晚上，他为那个胖子急救4次的那个时候，他下班回到的这个开车的路上，他一直冒冷汗，因为医学讲究什么？实际、数字，而不是靠经验。他在想，这个胖子到底去了什么地方？是我医生的能力专业不足的呢？他回到家的时候，脸色铁青。他的太太说：要不要吃晚餐？他说：我很累，我想要到我的阁楼去。请问他到阁楼做什么？去把他妈妈送给他那一本圣经，上面沾满了灰尘，他把它擦干净，一个人拿到书房，整天晚上吃煮的肉，喝煮的血。他去查
圣经怎么记载天堂跟地狱的经文，一个整页。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必得饱足。他心里面的恐惧，他心里面的惊慌，他所缺少的知识，所缺少的那种的视野，就从主的肉跟主的饼而得到满足。他就开始做研究，写这本书。因为时间因素，我只能再讲一个例子。有一个经理，木材公司的经理，因为运送过程中他掉到湖里面，被急救上来的时候已经昏迷，一样是送到他那个急诊室，然后他就在为他做心腹急症手术，然后他的妈妈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外面为他守夜彻夜的呼求祷告，说主耶稣你救他。好，当他把这个牧场的经理救上来之后，就立刻说那个逐字报告记录，请你刚刚你告诉我你去了哪里？他说我到了一个非常热的地方，非常可怕的地方，非常阴森的地方，然后呢，我拒绝去那个地方。当有一个穿着一个很光亮明亮，不一定是白色衣服，就是光亮明亮的人，到跟他说：“你不要怕，我是耶稣。”然后，请你把你的手给我。好，就那时候他就醒过来了。他说他可以看见这个 Lawrence 在医师在跟他急救的时候的场景，那个护士的场景。另外呢，他也急救过一些病人恢复过来的。说你刚刚去了哪里？你看到了什么？他说我身体就往上飘，我看见我死去的爸爸妈妈在门口迎我，我还看见我一个国中同学他在门口迎接我，欢迎我。弟兄姊妹，这一本书史是什么？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也是来支持耶稣说，信他的人有永恒的生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的，我们曾经用肉体、用世俗、用宗教来看过耶稣，那会是什么？主耶稣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认为我们如果习了地上的劳苦的时候，请问你会去哪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边来。主耶稣啊，感谢你每日赐下你的粮，你的肉给我吃，又用你的血给我喝，接受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我要藏在主里面，主也藏在我里面。不叫我们用肉体、用世俗来看耶稣的事。圣灵，请引导我，是活在今世，但有永生盼望、喜乐的基督徒。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谢谢牧师为我们今天的正